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1月28。提摩太后书1章1节到2节。我是保罗，奉上帝旨意，做基督耶稣的使徒，来传上帝所应允，因为甲基督耶稣结连才有的活命。我写这个批，予我所疼的囝提摩太。愿父上帝甲咱的主基督耶稣赐你稳定、灵敏、甲平安。保罗对于属灵的囝提摩太，伫伊咧牧养的过程中间，不断伫遐教导甲提醒。保罗称伊家己是奉上帝旨意，做基督耶稣的使徒，因为伊所传的是上帝所应允。这个应允是因为甲耶稣基督来相结连，才通有的活命。伫咱每一位属主的囝儿查某囝，咱是毋是知影咱家己是奉上帝旨意来成做基督耶稣的使徒？因为咱甲主的结连，咱才有安尼活命。求主帮助，互咱伫每一天的生活，都会通学习grund对基督，互主的平安、欢喜，甲咱三个伫地。愿主时刻是阮祝福伫咱。耶稣听你。